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诗篇第74篇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诗篇74篇，撒甲是的诗。上帝啊，是安怎你永远放杀阮？是安怎你对你草场的羊发受气，起甲鼻孔庆烟？求你记得你早前所竞选的子民，你所赎回做你产业的民族，嘛记得你所徛起的锡安山，求你行到久久趴远的所在，看对得铁底毁坏的圣所。你会对得伫你殿内欢呼，采引的旗做记号。亲像人举斧头插树林的树，圣所内面一切的雕刻，因用斧头甲锤拢总破坏，因放火烧毁你的圣所，拍拉散你徛起的所在。因参详讲，咱来甲因彻底毁坏，因将逐位敬拜上帝所在拢烧了了。阮嘛无搁看见掉头，嘛无搁有先知。即款情形会到什么时？阮中间无人知。上帝啊，对你支持会到什么时？敌人亵渎你的名会到永远嘛？你是安怎手举起来毋插阮？求你手伸出来，甲因毁灭。总是上帝对古早就是我的王，伫地上施行拯救。你要用你的权能将海分开，讲破水中海怪的头壳。你要讲喙海兽的头壳，互旷野的野兽做食物。你要分开水源甲河流，要互长流的江河打去。日时甲暝时是你所安排，日头甲光体是你所创造，地上一切的界限是你所定，夏天甲冬天是你所设。上主啊，求你记得对得安怎地诽谤，愚妄的人安怎地亵渎你的名。求你毋通将顺良子民的性命交互野兽，毋通永远袂记得你散车的族群。求你记得甲阮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的所在，拢是强暴的人的沼穴。求你毋通互受压制的人见笑转去。求你互困苦散车人称赞你的名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为家己辩护。会记得戆人规日安怎地诽谤你，求你毋通袂记得你对敌的喊话，毋通袂记得起来攻击你的人无停的呛声。我们今天看的诗篇第74篇，是一首王国诗。那这首王国诗也是亚萨所写。我们从诗篇的第3卷73篇，一直到第83篇，连续11首的诗篇都是亚萨的诗。这首王国诗也可以在诗篇77篇看到同样的诗篇79篇可以看到同样的背景。就是讲到在列王记下的25章，就是讲到圣殿这个西底家做王的第9年的时候，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被围困，那城里面的饥荒非常的严重那一直到圣殿被毁，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呢，除了列王记下25章、历代志下36章、耶利米书52章，那还有耶利米哀歌的第4章，那很多地方还有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都有记载。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背景来看，那就是这个诗人亚萨他在写这首亡国的哀叹国家灭亡的诗所以第1节提到，神啊，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？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，如烟冒出呢？那这里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上帝为什么不要他的选民了？第二个就是上帝为什么向他草场的羊草场的意思呢，就是指牧羊。所以我们从列王记、历代志知道这个王跟百姓的关系就像是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一样。所以上帝在让国家灭亡之后，诗人感叹上帝为什么把他的国家，把他的子民的国家
好给灭掉了呢，好像再也回不去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一群羊都是上帝的羊，为什么上帝向这一群羊来发怒呢？而且发怒如烟冒出呢？这个品康庆烟呢，就是鼻子都冒出这个青烟呢。好，上帝非常的愤怒。其实我们读了历代志还有列王记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被灭亡，好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好可以更清楚看到，在那个时候，好国家内部好在灭亡时期，好陷入什么样的动荡不安的当中。但是诗人他不是不知道，好，但是诗人呢，好把这样子的问题呢化为祷告。第一个祷告就是求你纪念你古时得来的惠众，就是第祷告就是为人百姓祷告，这些会众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，并且纪念你向来居住的锡安山哦。好，所以诗人祷告就是求上帝纪念这一群会众，这群会众是上帝从旷野当中有奴隶当中埃及当中所赎出来的百姓。好不容易一直出埃及，然后能够进迦南地，好，然后能够建立国家，好，那一路从大卫、所罗门，好，一路到现在，但是呢，诗人祷告求上帝纪念。第三节，第二祷告，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，看仇敌在圣所中所做一切恶事。就是这些百姓即便有错，但是还是有一群人，这一些人呢，就是求上帝举步哦，好，举步就是说抬高脚步，好，去看看，好，在被荒凉的圣殿呢，好，这些的瓦砾荒场，好，这些的仇敌，他们在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好事？好，把奉上帝的名所建造的圣殿都拆毁，都毁坏了。第四节，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，他们竖起自己的标志为记号。好，那好像第五节，人扬起斧子对着林中的树，而且现在将圣所中的雕刻全都用斧子、锤子打坏了。好，所以这群敌人呢，那就是从巴比伦来好的这一些外邦人，他们来把上帝的殿拆毁。好像这个砍树的一群人，好，那拿着斧子呢，把森林的树都砍倒了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圣殿中的雕刻，好，那我们知道圣殿是用香柏木，好，主结构，好，是用香柏木还有所建造起来的。那全部呢都被拆毁，都被打坏啊。第七节，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，亵渎你民的居所，你民的居所于地啊。好，就是这个地方呢是锡安山，是耶路撒冷，是圣殿。但是呢，他们不仅来毁坏，还在这里亵渎上帝，甚至第八节，这些仇敌心里说，我们要进行毁灭，就是彻底的消灭这个地方，就在遍地烧毁敬拜神聚会的所在。好，就把这个地方呢，好，上帝指定聚会的地方，好，通通烧得干干净净。好，所以诗人不仅非常的痛心，而且呢，好，他也对这样的事情似乎无法了解。好，那似乎无法在一时之中来明了。我们继续看第9到11节。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标志，不再有先知，我们当中也无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。所以在国家灭亡的时候呢，好像耶利米读耶利米书一样，耶利米先知被夹在罪人跟愤怒的上帝的当中。好，那上帝最后是用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儿女。神啊，敌人怒骂要到几时呢？仇敌藐视你的名要到永远吗？好，那现在这些诗人呢，看起来好像是上帝失败了，上帝的圣殿被拆毁了，上帝好像输给了外邦人的神明。好，11节，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？求你从怀中伸出手来毁灭他们。所以这诗人还是相信上帝有力量，只是为什么上帝被打了不还手，被骂了不还口？现在圣殿都被拆光了，上帝的面子都被丢光了，上帝为什么还是没有任何的作为呢？
好，这是让诗人很不能理解的地方。好所以呢，讲到上帝的手，好，从12节到17节，好，这诗人开始又联想好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能力。12节，神自古以来是我的王，在这地上施行拯救。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，你打破水里大鱼的头，你曾压碎利威亚探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做食物。所以他想到神呢，从自古到今就是他们的王子，是他们的拯救者。无论是从这个埃及拯救出来，好，甚至呢，好13节说用能力将海分开，就是指过红海的事情，甚至打破水里大鱼的头。好，这里讲到大鱼，还有利威亚探呢。好，那这几个翻译呢，在和本都翻成现代中译本翻成海怪和海兽，也有翻成是龙或是蛇。好，那就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这个怪兽，好，但是上帝的能力比那非比寻常的怪兽还大，甚至把这样海中的怪兽呢，好，从海里拖出来，带到旷野里面去，好，成为旷野禽兽的食物啊，好，就是呃，上帝的能力好能够制服了这个海怪，也制服了这个旷野当中。所以这是诗人还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知道的。15节说：“你曾分裂泉源和溪流，就是使泉水涌流，使长流的江河枯干，好，也能够让这个水能够中断。好，所以诗人呢，这群上帝的子民呢，好，他们虽然亡国了，好，但是他们不是对上帝完全失去信心，他们只是纳闷，这么有能力的上帝，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他自己的国家、他自己的百姓、子民被灭亡，而都没有作为呢？上帝这么有能力。16、17节，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太阳是你预备的。地的一切疆界是你立定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定的。所以这诗人很知道，从创世纪上帝创造世界要有光，定了这个春夏秋冬。好，这个诗人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，好，这群利未人的后裔亚萨，好，他们都相信神是有能力的。好，所以区区的一个巴比伦帝国，即便来打赢了以色列人，打赢了这个南国犹大，好，灭了这耶路撒冷，好，拆了圣殿，但是上帝不会因此被完全打败。只是他们还在等待，为什么上帝不拿出他的全能呢？接下来诗人好回想到上帝的能力，18节好又18、19节又继续祷告，耶和华仇敌怒骂愚顽之辈藐视你的名，求你纪念这事，不要将属你的斑鸠交给野兽，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了。所以这诗人呢，又回想上帝你这么有能力，但是呢，我们会发现在这最后的几节当中，那这个诗人的祷告呢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上帝啊，不要叫你自己不要忘记，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个史上羞辱的一天，就是上帝的名被仇敌给践踏，上帝的圣殿被仇敌所拆毁。好，我们说这个是犹大历的5月9号，就是圣殿这个被毁日啊。好，那他们可能说，上帝这个日子呢，上帝你不要忘记，而且呢，也不要把你的斑鸠，好，斑鸠这里指的是指赞美啊，好，赞美。好，那这斑鸠呢，好，它有翻译，另外翻译是叫赞美。好，不要把这些归给你的，在这个地方归给你的赞美呢，让这群野兽给带走。好，因为这个锡安是要赞美神的名，而不是赞美巴比伦或是外邦神的名。不要忘记你受欺压、困苦人的性命哦。好，所以诗人继续在这边祷告。然后20、21节又一个祷告，求你顾念所立的约，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遍满了凶暴，不要让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要使困苦贫穷的人赞美你的名啊。好，所以在这里这个祷告就是他们为什么对上帝有信心？好，就是因为上帝已经与他们立约。这个约呢，好，从早时的亚伯拉罕，好，或是西乃之约，好，那这个约呢，好，即便呢地上遍满凶暴，
但是呢，这上帝的百姓活在受欺压当中，但是呢，呃，不要让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，而是要让困苦贫穷的人赞美你的名。好，所以这个21节的赞美呢，跟19节的这个斑鸠呢，其实在这边好有一个呼应。好，就真正要赞美的，不是赞美这个圣殿，赞美耶路撒冷，而是赞美你的名。怎么赞美？就是让上帝彰显你的作为。好，所以诗人还是继续相信，只要上帝的约存在，好，那这些上帝的与上帝立约的子民呢，好，总有一天好会回到这个地方来赞美神。最后2节22、23，上帝神啊，求你起来为自己辩护，求你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，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喧闹，就是那时常上升起来对抗你之人的喧哗。所以昨天我们读了73篇，讲到上帝让一些人好人没有好报，坏人却能够得逞。好，那今天74篇，看到这个圣殿被毁，国家被亡，而看到这些仇敌得胜，甚至连自己的国家都沉沦下去，都毁灭了，看起来非常的绝望。但是诗人呢的祷告呢，跟前面一开始的祷告，为了人，为了这个地方祷告，那最后也是求上帝能够纪念。所以现在所受的苦呢，诗人依然交托。好，那这首诗就到这里结束。其实我们看到这首诗的结束呢，是一种可能是带着眼泪，但是呢，最终还是只能够顺服在上帝的旨意。虽然没有得到诗人所要得到的答案，但是我们看到他诗人已经把他的祷告都说了出来。他心里所求的呢，就是上帝，你不要忘记这个最悲惨的时刻，还有上帝你所立的约，我们相信你必定会遵守。今天这一段的诗篇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应用，就是说，当我们遇到灰心、难过，甚至被击打、失败，或是倒在地上的时刻，我们依然不要忘记神的约，而是依然能够选择坚定的相信神啊。今天的金句在16节，白昼属你，黑夜也属你，亮光和太阳是你预备。地的一切疆界是你立的，夏天和冬天是你定的。愿上帝与我们每位同在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让我们知道在天地当中，上帝你创造了世界，你也安排一切。你在历史上向你的子民显明你的作为，当你的百姓乐意遵行你的道，就看见上帝的百姓能够不断的蒙福。而当百姓忘记你的话，远离你的教训的时候，上帝的管教必定会临到。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诗篇，再一次提醒上帝，你并没有真正的丢弃，而你是透过这样的管教，让你的选民能够回心转意，回到神的面前。而你也看待我们如同你草场上的羊来牧养我们，让我们下一次的坚定你在圣经当中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能够遵循你的话语，并且能够来荣耀你的名。虽然即便我们看见黑暗得了胜，或是看见邪恶的权势暂时得到胜利，但是上帝你必要施行最后的审判，要带来完全的胜利和完全的得胜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